哇！各位觀眾，而家啲地盤禁煙令去到幾盡，盡到呢，你袋住包煙都炒得，仲要永不錄用咁誇張。唔講咁多，我哋睇片先。嗱，所有啲工人大家留意，我哋係講幾樣嘢都唔阻大家做嘢。第一，呢個地盤唔准食煙。如果你本人俾我哋捉到你食煙咧，你哋會離開，你哋需要離開呢個地盤。第二件事咧，就以後咧，裕民建築呢啲地盤咧，你入唔到啊，因為我會將你個名俾咗我哋總公司，即係你入唔到裕民建築呢啲地盤啦，因為你喺地盤食煙都行嘅你。咁如果你話喂，你食咗煙有冇人捉到你？不過我喺你個工作範圍見到有煙頭咧，咁你哋兩位判頭唔好彩啦，你哋會俾我哋罰6千蚊。即係你有責任去監管啊，但係我哋捉唔到嘅人多，好嗱，呢個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睇完條片係咪覺得有個大佬企喺度宣讀聖旨呢？嗰班工友真係靜到連呼吸都唔敢大聲。講真，自從大埔嗰單5級火之後，全港地盤真係風聲鶴唳。管理層今次真係出重手，唔係講玩噶。呢單嘢係咁嘅，係一個建築地盤，一個手持禁煙令單張嘅管理層代表，清清楚楚咁話呢個地盤唔准食煙，捉到就請你離開。最狠係後面嗰句，違規者嘅資料會交上總公司，以後同公司所有地盤都唔可以開工。唔止啊，就算冇影到你食煙，只要喺你工作範圍揾到個煙頭，你個主管就要硬食6千蚊罰款，真係連坐法嚟噶。結果係點呢？結果就係全場死寂咯，隔住個熒幕都感受到嗰股壓力，而且唔係得把聲。有工人喺社交平台貼咗一張疑似恒基地盤嘅禁煙令告示，白紙黑字寫明，就算你袋住包煙冇食到，都已經可以罰錢兼職炒，仲會入埋集團嘅黑名單。咁嘅結果，老實講，我覺得管理層一竹篙打一船人，有啲過咗火位。意外發生咗，加強安全意識係絕對正確，但而家嚴到好似戒嚴咁，連人身自由同私隱都管埋，係咪真係可以有效防止意外？定係只係一種做咗嘢嘅姿態，將所有責任同風險轉嫁俾前線工人同主管？工友喺高壓環境下工作，適當放鬆其實好重要。而家連喺指定休息區食口煙嘅權利都徹底剝奪，會唔會造成更大嘅心理壓力，反而引發其他問題呢？呢一種零容忍高壓政策，我覺得只係斬腳趾避沙蟲，冇真正解決工地安全管理嘅核心問題。好啦，觀眾睇完條片又覺得班管理層係夠晒決心整頓安全，定係覺得不近人情矯枉過正呢？歡迎留言討論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阿生，你又喺度食煙啊？哇！我哋要唔要走啊？走去邊啊？嚇！我哋走得去邊啊？哇！越嚟越大火。走出去仲危險啦，喺屋企啦。哇！已經彈過嚟喎，應該閂窗咯。燒到過埋嚟，好熱啊！而家。